主耶穌基督嘅受苦、犧牲同埋復活係基督教嘅信仰核心。按照教會年曆，呢個星期係主耶穌基督喺在世生活裏面最後一個星期，我哋稱呼佢為受難週。呢個星期呢，教會好特別呢，鼓勵信徒透過讀經靈修，重讀一次耶穌喺呢個世界上邊生活最後一個星期，其實經歷緊啲乜嘢？嚟緊呢幾日，希望我哋透過一啲經文、一啲嘅詩歌，同我哋嘅主耶穌再走一次十架嘅路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經文記載喺馬太福音21章23到27節，同埋45到46節。佢話耶穌進了聖殿教訓人嘅時候，祭司長同埋民間嘅長老嚟到問佢話：你恃住乜嘢權柄嚟到做咁樣嘅事啊？俾你權柄嘅又係邊個呢？耶穌就同佢哋講：我都要問你哋一句說話，如果你哋能夠話俾我聽嘅話，我就話俾你聽，我係憑住乜嘢嘅權柄嚟到做咁樣嘅事。約翰嘅浸禮係從邊度嚟噶？係從天上嚟嘅，定係從人間嚟噶？祭司長同埋民間嘅長老就彼此商議話：如果我哋話從天上嚟，佢一定會同我哋講，你哋點解唔信佢啊？如果話係從人間嚟，我哋又驚嗰啲百姓，因為啲百姓都以為約翰係先知，所以佢哋就回答耶穌話：我哋唔知道。所以耶穌亦都同佢哋講：我都唔同你講，我係憑住乜嘢權柄可以做呢啲嘅事。去到第45、46節，祭司長同埋法利賽人聽見耶穌咁樣喺度繼續講佢比喻，就能夠睇得出耶穌係指住佢哋自己去講嘅，所以佢哋好想嚟到捉拿佢，即係佢哋好擔心佢哋面前嘅眾人，因為所有人都認為耶穌就係先知。主耶穌基督進入咗耶路撒冷，君臨聖殿，用屬天嘅權柄嚟到去潔淨聖殿，喺殿裏面大發義怒，趕出咗買賣嘅人，又推倒兌換銀錢嘅人嘅台，嗰啲賣鴿子嘅人嘅凳。面對主耶穌嘅義正辭嚴、正當而且有力嘅教導，祭司長同埋民間嘅長老呢啲宗教領袖不知悔改，反而佢哋覺得惱羞成怒，一心一意要除掉耶穌。今日係受難週嘅第3日，亦都係主耶穌喺呢個禮拜裏面最繁忙嘅一日。聖經除咗記載佢對門徒嘅教導，亦都記載咗好多佢同祭司長、民間嘅長老、希律黨、文士、法利賽人、律法師、撒都該人之間嘅唇槍舌劍。喺當年嘅今日，宗教人士好多次嚟到去刁難同埋質疑耶穌，話題都係涉及緊關於約翰嘅水禮，係咪應該交稅俾羅馬皇帝？有關復活嘅事係點樣嘅？呢啲等等嘅事。嗰啲嚟到耶穌面前嘅人，佢哋道貌岸然，但係陽奉陰違，假意去聆聽耶穌嘅教導，但係其實佢哋係試探嘅心，藉住問問題，希望透過咁樣嘅問去揾到耶穌嘅把柄，希望羅織一啲罪狀去陷害佢。不過耶穌毫無懼色，繼續嚟到去宣講。佢留低嘅教訓係非常嘅深刻。佢講緊天國嘅福音，希望人能夠從中得着真理同埋亮光。傳統又稱呢個嘅第3日叫做變惑日。重點其實唔係話我哋要仿效主耶穌點樣嚟到同呢啲人嚟到做辯論，而係要學習佢點樣堅持真理、擇善固執嘅勇氣。當然，辯論只係學習嘅一種方式。喺呢個變惑日裏面，如果能夠從神嘅話語裏面整理出一啲咩叫天國係乜嘢、信仰係乜嘢嘅邏輯，然後嚟一場同自己心靈嘅對談。對談嘅過程裏面，重新審視一次自己嘅生命，然後我哋
因為咁而作出蛻變，咁樣先至係最寶貴、最重要嘅。願意今日我哋嚟到神面前，我哋帶住一顆悔改嘅心，我哋試下虛己，試下謙卑嘅去聆聽上帝嘅教誨。讓我哋用一首詩歌嚟到去幫助我哋去默想真實嘅悔改。主，你已救贖我們，救取我們回你真家。主，我們同心尋求你的國度，你的公義。求你赦免我們的罪的你。從今天起，我們要順服你旨意。主，我們真實的悔改，回轉到你面前，求你赦免我們的罪，潔淨我們的心。主，再次賜下你恩典，再次賜下你憐憫，求你塑造我們生命。讓我哋一齊祈禱，潔淨聖殿嘅主耶穌基督，求你亦都嚟到潔淨我哋嘅心，讓我哋喺今年嘅受難週嘅裏面，可以成為我哋生命被更新轉化嘅機會。主耶穌，求你進入喺我哋嘅生命裏面，求你進入我哋心裏面作王，喺我哋生命裏面做王。我哋盼望喺愛中與你相遇，去聆聽，去接受嚟自你嘅教導。我哋願意享受同你同在嘅時刻，更加願意你為我哋除去潛藏喺我哋心裏面嗰啲嘅貪婪、爭競、嫉妒、自私、惡毒、怨恨。求你容許我哋單單屬於你，心思為你所用，一生屬於你。又求你教導我哋知足、讚美、
善良、饒恕，讓我哋生命裏面可以充滿着美德，過合乎你心意嘅生活。求你垂聽我哋嘅禱告，我哋咁祈禱係奉主耶穌嘅名去祈求，阿門。